kilapa ya umin kata saya ya umin atais ya man台上打到man kapake 我在北舞的时候，在我的记忆是，我在国小的时候，北舞那边有一个学校，叫那边国小，那时候我是第1届的学生，本来是大坪那边，大坪那边一个学校，可是我们那边等于就一个分校，我是那边第1届的。 这边读书，然后我这边读到3年级，大概9岁，到9岁到10岁之间，后来为了那个林务局，我们就离开那个地方，就到鹿场，就是现在的南庄乡鹿场里面。以前鹿场叫丰美村，我就迁移到那边，就是迁到鹿场去。那对我的印象，在老家的印象，我在想，那真的很怀念那个地方的，毕竟是祖先的，打进那个打过啊，怎么想，我是真的，拿着买人大，但是比喇叭那五峰的那边是，对我来讲是比较陌生一点，为什么？ 那我大伯，我爸爸的堂哥，就是朱耀宗那边，因为我还是小朋友，很陌生啊，就是这样。那一直到今天都还在那个masih ada apa? Apa lama nak kelapa, macam mana tu ramai aku pesan ini, kau jangan saja ke ketungan sama. 俺自己，我给他们什么呢？有那个赵家的有一户，钱家有一户，夏家有一户，然后这边的隔壁就是我们朱家。我们朱家里面有4户，就在左右邻居旁边，就是那个时代应该是。 民国41、2年，他今年是什么呢？打工呢？什么打工啊？劈草啦，就打零工就对了。就耕种啊。耕种。毛个把带。我知道的时候是还在兵家有，有还在毛个把带也有还在。 就mau ke pantai je cuma lolongan lah ni, yo sana aku ada, yo apa lah kan kasihan ada, ada upaya sedih lah. Man ina rumah tapi ini saya ni man ina rumah so, semoga sudah kawai sini so, maksudnya kita ni kata ya, ya bi ini palalangan yang berai, waktu itu di uji, 国民政府一进来。 但是我的阿公登记是登记日本制，然后国民政府一进来，他说他里面写日本制是等于就日本的财产，日本的财产他就林务局就没收归政府去管，然后我们就离开那个地方，就原因就是为了那个说土地的问题呢。 我才离开，我爸爸离开到鹿场，到南庄乡，以前叫丰美村。但那时候我们回来的时候，是鹿场有一个我一个姨丈，当年是他当一个村长，丰美村的村长。他说马万在，我们他把那个快那个muka karosakan. Wala yakin, kata besok kau mah. 我的姨丈就给我爸爸了，我们就在鹿场做，一直做到才念，应该10岁一直到现在。
因那来Palalangoyan kada nyami dia tu ai Palalangoyan ho嘛要咱说噶不能噶，北部的时候跟神父信天主教，可是摩拉路场，我那时候从北部的时候我读3年级，国小3年级，然后我回来到路场的时候。我就加入那个泰雅族的学校，那学校也是加入，但是我本来到入场的，我本来要升4年级，可是他是2年一次照班，后来我到4年没有4年级的班，就我又再退，倒退回来又再读一次3年级，我再读3年级，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求学的时间，那个入场哦，也是因为刚去入场也是家庭方面也拜压了，很累，老人家也没有完成我的学业，就国小没有完成，我没有完全毕业就去台北了。到今天为止，入场就我一个3下子。有地的3下子只有我一个。我几乎2夫妻，礼拜5到礼拜天我们都几乎都在山上。杜英要种香菇的。哦，看一下，这个都是长老妈妈的屁哦。哦。草聊聊哦。看我的公园的。狗狗来了，你看，很开心，它很开心耶。平常我是阿罗翁啦，人家要种那个椴木香菇的树了，还有人家做园艺的樱花树，这一类，就是有人要我就1棵多少这样做，但是我那边又供掉了，我从入场，我的童年。等于就很坎坷，因为那时候我信天主教嘛，我也说过，我的童年大概13岁到19岁这个时间，几乎跟教会，跟那天主教会里面，几乎都在一起了。但是我有一段时间就是大概，因为我小孩子的时候。会那个有一种会吐血，哎呀，我有病了，好像肺病这样子会吐血，然后我就靠那个神父，就在那边，就神父他们一直照顾我，然后一直到我懂事，北部那有个天主堂，叫陆神父，陆若伯神父。就跟我讲说，他照顾嘛，因为我吐血，他就介绍我去，因为我们来入场的时候，我大概10岁，但是我们跟教会有联络，我爸爸出去外面打工嘛，就去台北市去工作，大概那时候大概是12岁，然后那个北部有一个陆神父介绍我在那个。台北市一个新生南路，有一个叫做圣家堂。那圣家堂里面有一个叫职工青年会的一个教会的那个就是等于是我们那个小朋友出去工作的啦，就是去参加那个职工青年会的，去那边他就照顾我们。结果从那时候开始就。加入的时候，我们会去募款啊，什么去人家，就是等于就是互相照顾这样的。然后一直到我那一段时间是真的很痛，那个心里很痛。我满脸拿着我说我要回馈，我想把我的心交给大今天就是。就后来我就去到辅仁大学新庄，辅仁大学我去那边读了2年的那个
出学院。我这个本来就是本来我的意思就是好像回馈那个教会，就是我想去当修士，结果这边2年以后就神父就跟我讲说，那你既然有心要当修士改代，哦，就把我送到彰化的金山修道院，我去那边。要蹦入来金山修道院，妈个哎呀，还来了，我没有吐血了，可是那时候我的心已经交给教会了，好死不死，那个兵单啊，当兵又来了，那个通知单就来，后来我到彰化修道院不到1年，我的兵单就来了嘛。因为要去当兵，我当了3年的兵。可是我在当兵当中啊，因为男孩子嘛，难免会认识女朋友啊。我当兵回来就心就变了，就不想去修道了，就是这样。结果女朋友也不见了。后来我回来就跟我爸爸，以前的事情我都忘掉，我全部就跟我爸去做水泥工，就重新开始。原来那个可能就是人家都把那肉厂这样，那一阵子就为了生活就到台北去流浪了。去流浪以后，我爸爸从小，我爸爸就是到台北就为了生活，他就去做水泥工嘛。然后我爸爸就一直做，一直到我当兵的，我就说来要不然说哎这个水泥工很好，就开始我就跟我爸做小工，一直做到回来一直因为那个人你们日子如果还在，还是要回馈个乡村嘛，就回来家里乡下就开始做水泥工的工程，就开始盖房子。是我亲手自己盖的房子。我们下来就是东火村，东火村上就跟我们这。当东火村是塞夏族的地盘，跟客家人的地盘，但是上去丰美村那上去就是泰雅族的地方，但是因为奔山嘛，当初的打地面是一个是宋楚瑜，就那时候就迁村，就迁过来，他说迁村，然后可是我们财产都在山上。我迁到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以前没有塞夏族，全部都是泰雅族。一迁出来就左右邻居就因为地很便宜，一平地才不到200块嘛，一平地啊，他们就来买。所以我们只有一个叫新村，就是这边，全部这边的塞夏族没有几个。就这个东江新村的人，塞夏族2户，就我一户还是我一户，其他泰雅族。这个事情哦，我也很叹气的。这为什么叹气？我大伯有一次。他在做那个给拉根的时候，他拿一杯冰沙干，一个杯子。他跟我讲说：“吴面，你要不要学这个胡啊？我刚才在按。”结果我说我要啊，结果我的大伯，脾气口水就丢在那杯子的那个沙干里面，他就拿给我，没拿开呢。
我一看，哎呦，不敢喝。这湿气，本来他两不一万两，我来，我没有接受是我的错，但是一直到现在接受到那个妈妈有没打入的时候，我才知道说已经10磅，我们住家的哇，所以我不知不觉是那个朱孝春跟那个老头目赵大贵哈，就一直给我压力说，已经不热，已经不要把这个。把saya nak kau, ini bulan ni so kalah sah。我自己也是，到今天要让还是我来，咱们还虽然我知道说这个很重要，这矮人剂，把saya kau很重要要让，但是我还不懂。我希望说，我现在后我说要给他爸minta tak sini哦，每一个tak sini。各姓氏的长老嘛，我也给你搞完，给力量哈，给把这个传承给矮人祭还是我们家族的，才是搞好，我也给他力量，帮我的忙哈的，给我也是一张不是呢，才先一个搞不是你这不是个，kespongan，还有那个你kasih kalau ya kurang semalam。Kita sini itu terus sudah yakin. Bangga nak ini mau main mah, sudah yakin. 那个我很感动。结果你，可以。我们的长老就是对于文化传承这个他也是说懵懵懂懂的啦。然后有一次，他说有一个他们的长老，就是在做监期期间朱家的他说有给他一杯酒了，那是3滴酒，他还问他说你要不要学这个我们塞夏族的传统的文化，他说要哦这样，那个长老呢，他说要的话，他用了鼻涕放在那个他要给他喝的那个3滴酒，结果他不敢喝，他就很惭愧说。我为什么没有喝了？这样可能是年纪小。那后来，又慢慢成长了嘛，又我们北塞下有一个叫朱秀春嘛，朱秀春长老，还有一个我们的头目叫赵大贵，就一直跟他讲说，朱家的一个习俗你要学一直给他压力这样，给他压力了，后来。他就是说身为朱家的一个的小孩子，一定要接受这个，他就接受了。就是他也讲说我现在了解的不是很多，可是要请我们的各姓氏长老都要协助他了，这样，说我们的文化是不能忘记的这样。Malo misalnya tak ini kesan ni, ya kemudian ni saya taruh ya tujuan, ya sakit apa, ya umina tes, taruh sampai ke goreng nak ikan, malo nak ikan jago, nak kala mantap le, oka ya kiskat, oke pondok kata le, mana orang sedih mah. Mula tak ni, hal nak ini ya kilapa, nak saya bukan tak sini yang wow, kas pengenalan bukan kas saya bukan nak sini kan cuy, Sabang tujuan mah jauh di sana, mahal, amat tahu itu amat saya apa. Ini mulai kita sahaja bukan muda, Cincinnati saya kabino, saya kita sahaja kabino asal ahal
另外不算开山，讲啥，不像山神来了，可是公安，另外本身讲不算个把啥呀。现在他是说，他虽然是小孩子了，他是说朱秀春长老哦，因为他以前不是真正正统的，他是算正统的。朱秀春是以前他是接替以前那个瓦雷卡列是他的大伯，他接他的位置，然后他们这样祭典的时候，他要主持。主持或者接替，这个跟古达爱互相联系的一个出家的一个比较高位的一个长老，他现在是交给他，交给他，他的任务就是这样嘛，就是跟到祭屋里面，古达爱。对，祭屋里面在古达爱，它是一个跟古达爱是一个窗口了，一个直接窗口是吗？跟那个。有一个主祭，一个是我们的核心价值的一个长老，这两个，他也是先是核心长老。就刚刚在屋子里面，你不是有在示范嘛？对，那我们给老爸结婚，会分10年大祭跟小祭嘛，这个事情。但是为什么你说今天我隔壁为什么有国大跟马家人大？因为在给老爸，几乎里面我们没有位置，所以把哥哥带跟马家人搬回来我这边。曼卡巴达湾呢，我的工作就是从第一天把各姓氏的长老集中。第一天那一天，因为反正你在海宝贝嘛，我们一条猪有没有那个活的猪，那个我们叫拉布什，那个什么是祭天的祭天。那个什么那个一条猪不是请哥哥大爱，那是我们那个一条猪是请各姓氏的祖先。我那个大师我在一张把塞啦，我那个各姓氏的集中嘛，就3条都给跟祖先讲嘛，我们一起吃饭就白烧嘛，就有他们，但是你们那个不算那个ayam嘛，是那个新鲜的不对。没了呗，白烧了。我知道的是，因为在现在那个以前呢，其实从荷兰一直到国民党到现在为止，其实我们3家族。地盘没有在那，就是苗栗县跟新竹县，哥哥大一叫人香山南寮这样，就本来就好几个那个阿贵个不山，但最后呢，拿着什么安排的或者拿什么跟那个就南北村，他是说莺歌啦，还有。大部分都香山呐，这里。因为我们海林记以前是各一个小部落都有组成一个，就是海林记。有。最后就是。应该都有。最后就是集中在我们南北这里，因为是南北政府这样，可能有限制吧。以前是很多的这个祭场嘛，就是后来是限制说不要太多聚集嘛。就后来是本来1年1次，现在是2年1次了，是这样。为什么流浪到现在？我为什么一直要求说把南浪位的那个土地还我？那因为北部没有北部乡没有原民科嘛，所以我今天其实那一块地我还
我从小到大，哇，对，我没有讲说我恨谁，我没有讲，但我希望说，kakak你的sapang那巴拉拉文面打破，把大雨，最后一场就在那边。在山上有泰雅族，啊，出去有客家人，我们没有地方跑，就隐瞒自己的身份，就我又不是客家人，我又不是泰雅族，我到泰雅族那边，泰雅族会砍我的头，去客家的吃不到鱼，你到海边那，你那不用讲。对，因为他以前山上也没有地方住，没有地方跑啊。对，他只有到客家的地盘。我们塞夏族分布地方很广最主要是我们五峰地区，还有南庄地区，还有一个叫斯坦3个地方。那我们总人口数大约在6500多人。因为以前的话就是4000多人为什么会很快的增加？因为母姓嫁到汉族以后，小孩子也跟着母姓了。因为现在像那个高金素梅也是立委也是一样他是姓母姓嘛，所以说增加了很多的人口所以说以前我们差不多3、4千人这几年我们的人口不断的升高，但是在部落里面还是有的，像我们五峰的话，差不多500-600人那是在部落然后在南庄这里也是1000多人，那斯坦的部分也是差不多200-300人，可是我们祭典都会来参加，都会从都市从各地方都会来参加我们的祭典活动，这样，所以说我们的重要仪式，打爱是非常的这个受我们爱灵祭的一个最参与感比较大有些人政治是比较有纷争的可是爱灵祭我们是很团结的一个民族。